七星潭附近有一位部落美男子，凭着家己对野菜的熟悉，推出一出又搁一出的创意料理。面无清脆的法国大紫菜 Nicolas， 竟然把法国路边的小食搬来这落地生根，互人放袂记酸酸咸咸的滋味。嘛，伫咧东海岸加添一阵南洋的热情。四国具传统的好手艺，师傅这一练就是练几落年。对着咱的脚步，做伙来探索华人的异国料理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